咱个自信得到一千零分呢，啊，这无想，足困难个啦。暗时咧困着眠嘛，那也无想。暗时啊无落去作用，头一直在作用啊。我们六根平常日常生活都用到六根，但是你困是都用六根啊，你困袂成天，啊袂成天可以做啊，忙东忙西忙好忙到天。我们老一年底要三无半年，半年规面拢煮三年，要到这边三无半年。啊，这种是啥？因为拢是无情，有大个修行，即独头意识，独头的，你个物件吐出来，独头意识无用迄条筋啊，独头意识，是叫做冲出来，你念头倒出来，伊做伊嘛。搞笑咱的心性机，以妄不是，虚妄不实，这个特别了。虚妄，这是无讲。自性清净，虚妄不是这是无讲。你心变来变去，心变来变去，较多就是用心去。其实咱就一经发家己的，进入到发家当中，无事情，无事物，无意外，无一切家己的作用分别的内面。伊当然你清净本体现起时阵。沾然常寂，沾然的相相清净无明的心，寂是寂灭，沾然就是光明。迄水，就会海水，海水啊湿湿，刚刚你暗时看咧，海水是刚刚湿湿的，湿湿的，一片一片的，叫做沾然。沾然就是光明的意思，迄种真光明，真清净。哪里有黑暗？明条为弊，暗条为烦恼。暗条为弊，你烦恼太明条的是。咱是我后边有理由，我头前我较过，我十几岁我唔知影，反正咱是寄过来。啊，寄过来就印象，因为咱若想讲就印象，无想就放来袂记。所以这个讲出来讲，唔爱规避，咱讲啊平常时啊条件里面。爱加多常识，多看经，多了悟，毋是看经、抄经、讲经，伊改经、伊经改经过来无，拢有无经啊，伊经来改经唔是安尼，安尼才是无明。你对佛祖、对祖师因讲经法，就是要互咱了解咱心性的功夫。那么上瘾看卖，咱差的偌济，气性万年，写人心，无穷法界的万代。去圣远心，咱去圣远心是个咩？离开圣人的道上，离开圣人的心上，去圣万的邪见心，就是咱有心中有邪见的，有障碍，有破法，有主见，有这梦想，这叫去圣万的邪见心，魔用法欲，魔是法度，咱法不够，啊魔是啥？魔是我变成魔，叫你讲这个魔。还是变魔来咧，卡心叫做魔迷心。咱心魔拢是咧家己练出来的头啊。比魔迷这种事情都是心魔啊。你比魔迷这心魔无做，你怎来相信？啊，欲紧，但拢是咧因素，啊，就咧污染。魔好处讲相应、相精、相清净。你如果看啊袂分别，看啊袂动心，用啊袂污染。相应、相精进、相应是证明你在运气的呀。这世界或者是啊，赛马是草，会是汤，相应草你嘛是全定，相应汤你嘛是全定，相应、相精啊、相清净、相不变，你是无？你是无变，你就自然啦。咱们用这句话讲好大摆，看人好摆，看好人歹人，歹人歹人，好人歹人，咱就自己分别出来。伊个相应、相精、相清净，这就是叫写得爱培养的啦。所以讲一视同仁，一视同仁。他说同一个人，他同两个人有些矛盾。同仁是两个人，这个人，他说一视同仁，这个人有问题，这个人是一视同仁。你看
看一切物件都是咱人的问题，你看伊就是菩萨，咱讲放慢菩萨，你要把它当成佛菩萨，啊，你看伊去尊重伊啊，你讲你是谁人呢？你这就不如我哩，啊，你这不如我，我来甲你去个做他门客，你是几个？啊，你就把这看到两个人，眼睛无毛病，我把这看两个人就不分看，就看他。这个叫佛法，就叫幻义。叫做幻义，变异用派。啊，所以看的是幻象。有当时我喺家己怀疑，我老师我来你有帮忙咧，大家帮我就是我问问题。因为这个对对对，第一方面直接是啊，一条一条，一拍，哎呀拍比我拍我多些，啊是拍无，伊迄物件无好病是伊目睭无病。啊，所以那个幻义，就是说，咱对这幻的物件、假物件，我们都是很容易被着迷。啊，平常假的，做乜假的？啊，假的做好嘢，钱都是假的，啊，这种最奇怪。啊，车都是假的。有小朋友写路行路，咱嘛做爱。但是迄方面就是记住莫有分别上，莫去执着恶歹，你感觉方便就好。但咱的心不管好袂搁较好，好袂搁较好，但我厝要大间较大间，钱有钱要较大钱，啊，就是你个心有点做法。啊，你安继续安对，但是安尼看衰，看衰我做事嘛好袂。你看好歹我无好歹。你怎么看有无？我变无讲有无啊！我感觉足继续，我足快乐，我足幸福。你一直等对个时间我少，你的心拢永远拢袂理想啊！你永远互你烦恼痛，对无？咱差伊呢？咱来安尼个对啊！我无做好咧，我是拢无啊，无都不管咧。你走你，你去哪里去哪里？别人囡仔是正诶，该抬是你无该抬。你听有迄个囝无使，有个我等你顺个家做反正有甲无的差别，是你心的无所不用。但是世人讲伊是看法实在，一切这物件完全拢甲当作是幻义幻象。那么咱就开始对待物件看叫做，因为自性妙用，妙用就是五个含用，恒沙就是刷价的多。你也是自性的作用当中的微妙作用，因为你主性在动啊，你要运用无量无边，如同太虚。你要第三天在这个世界，你的妙用拢懂啊，妙用拢易懂，像刷天鹅啊刷太多，这样子你给了。那菩萨，你要他给算什么？菩萨就是光明，不就是光明，妙用。修养不精，妖魔之意来了我说，所以咱道理提叫咱听，听无一定按问，若不听了无就话，我唔是这讲书，我是用关讲书说，有余不观的时间，有余不觉知识只须真啊，唔是三经天理好，有口古修人讲口古断上天。有余的爱问，人我唔係有餘不觀，有餘不聞即成怪，有餘不問到尾變怪怪的，咁咩問題啊？唔對啊，唔問啊，啊有餘不聞即成怪，點解怪怪？怪怪呢個問題啊？應該嚟講，有餘去自真，有餘不觀，我唔知那就一直經，探我聽，問我清楚。經過清楚，你講修嘅人，我哋都講修，但係句話探討嘅清楚是安哪呢？唔是三者聽你講，唔是講我修嘅人聽對你我，伊是你看到講有咱這修，行到就從嘅，上斷安，因為有到無攏袂使啊。哦，所以今仔我講到這吼。千咱唔知啊，但是我是照这个经理来做分析。当然，比如有法，比如我不讲，内面物件会发较济，但是咱爱家己听。到底你是爱对有法去修，还是对有法去入手？
听话是主言的先理，法医如果成为道种，熏到最后，你就能够出脱。咱听一般就是一般语，你若听我那大人叫来讲了，我懂这是爱啊，根本，你就说咱个人，你那是你安怎啊？对家己心情讲都无清楚，你就对你对方不了，对性都不了解，那是为不勉励天然习惯，不是本身好好规，这种是公安问题啊。所以咱伫遐家己来点做，我读毕业了后，我有这个梦想，我啥物事都无去，这是安怎来？你买知影这是安怎？是咱嘛无去，来一阵风，来无遐地方啊。我老帮你找工啊，一些都不错。咱慢慢一再接触了咧，对平法、对刑法、甲受持方面，受持手法迄无了，我是要限定嘛，你要办法修行是家己，所以外王内性，限外王甲修内性，内性若无修，外王佫会这较关，你内性无提升起来，你嘛是上好清楚。当然这是。我来讲嘛，好啦，咱顺便讲无好啦，叫咱性命相守，维持和平。当然我讲到这啦咱通讲，到咱换时间啦歹势，电话问题咱拖一步，有专门说咱不能注意啦这真人注意啦，我纠正你以上做咱讲的无量快速来谈。大众请起。情况。我讲是个长路啦。情况。太对了。感谢广讲师慈悲前导玉公，坤道玉公。感恩。地方向无极岛5行30公里。前道玉公，在吉公，3吉公，感谢父前领慈悲之公，感谢点门之慈悲之公，感谢广讲之慈悲之公，坤道玉公。在吉公，3吉公，感谢父前领慈悲之公，感谢点门师慈悲之公，感谢广讲师慈悲之公。持驾向无极岛5行30公里前大碧空，在吉公，3吉公，持驾前领之公，创驾父前领之公，创驾点门师之公，坤道玉公。在吉公，3吉公，持驾前领之公，众驾父前领之公，众驾点门师之公。好，大家好啊。感恩啊。